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睇香蕉哥哥嘅頻道。今日想同大家講講最近開播嘅直播節目歌手2026啊。咁禮拜五咧就做咗第一集。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講第一場直播啊。我睇完之後嘅一啲感受啦。先同大家講講呢個咩係歌手2026先。咁其實就係我是歌手嘅改咗名嘅。然之後亦都轉咗直播之後嘅第三季啊，今年係第三季搞嘅直播。咁咧今年就有9個首發歌手噶，咁咧喺張圖你哋都見到啦。有哈林庾澄慶啦，有魏如萱啦，有一個外國歌手叫 Stanash 啦，咁亦都有馬來西亞嘅游蔣靜啦，周興哲、竇靖童、齊豫、胡彥斌同埋張碧晨。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月嘅首發歌手，呢一季嘅首發歌手。咁咧就係呢9個人。有啲就嚟過噶啦。胡彥斌啦、齊豫啦、張碧晨啦就已經嚟過一次。佢哋咧就係會咁樣一路比賽啦。就攞歌王獎咗。咁但係咧今年嘅賽制同過往嘅賽制就有啲唔同㗎。今年咧係以一個月為一輪，即係4個禮拜一輪。咁就會有搶位賽，就係9進8。最尾嗰個包尾。有集榜賽啦，過往嘅集榜賽。第三場就暫時未講賽制啊。咁最後第四場就係月度決賽。咁咧就係每個月最後一場嘅頭4個咧就會晉級到下一個月。咁咧喺每一個月入面咧都只會淘汰，唔會補任何新嘅歌手落去嘅。第一集咧就睇下佢哋唱啲咩歌先啦，好冇？魏如萱咧就唱呢一個，我跟翻出場次序講下。順便講埋我嘅睇法啦。魏如萱咧就係唱呢一個末路狂花。我個人就覺得佢係嗰19000個入面最穩陣嗰個，最唱得最穩陣最準嗰個。就算係第一個出場咧，亦都係冇絲毫地冇減弱到佢完全唔緊張喎。佢個幾犀利嘅。佢呢首末路狂花就快歌啦。但係入面有啲腔口咧就比較唔係一般歌會有嘅腔口啊。咁所以咧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接受，但係我個人係幾中意嘅。希望佢再接再厲，下次抽個好位置啦。但係佢今場第一個人抽咧就係攞第8名嘅，唱呢首歌攞第8名。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呢一個名次低咗少少啊，我覺得佢可以高翻啲，第5、第6名咧就會正常啲。第二個出場咧就係哈林庾澄慶啊。第9名淘汰嘅，先講個結果，佢係第9名淘汰咗噶。我對於呢個結果我就覺得，湖南衛視你唔好係咁虐待啲老人家啦。上年咧就虐待呢個林志賢啊。係咪讀林志賢啊？係應該係咁讀。如果有我讀錯啊，大家多多包涵指正我啊。上年虐待人哋老人家，今年又繼續喎。佢哋好似上咗癮喎，湖南衛視專係玩呢啲老前輩啊。庾澄慶就唱咗讓我一次愛過夠。但係咧，其實我又覺得係合理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將呢一首歌咧係改慢晒，改到超級慢啊，係慢到好離譜嘅地步。大家如果想聽嘅可以上 YouTube 聽，咁我就唔喺呢度播啦，因為會中版權嘅。佢係改得幾離譜嘅。係失去咗原本嗰種咧激情嘅味道，就變咗一個爵士風嘅編曲啊。但係咧就係呢首歌就好明顯呢首歌咧係唔係幾啱爵士啊。所以大家嘅接受程度咧亦都係唔高。雖然佢都係唱得好好但係都好遺憾啊。咧就第9名淘汰。但係因為全晚入面咧個編曲嚟講咧真係呢一首最差嘅，就冇辦法咯。就唯有只可以講係自己申請啦。
咁啊，但係對於呢啲老前輩嚟講咧，我就覺得其實啊，佢係唔需要嚟噶。咁啊嚟咗咧係真係純粹俾啊湖南台虐待嘅啫。咁啊，希望以後嗰啲大前輩咧，樂壇大前輩如果要上呢個節目咧，都要三思啊！咁啊，真係唔係每一個人都啱上。咁啊，我一開始都仲係以為佢會改快呢個歌，係攞一個新啲嘅音樂風格啦，因為佢都係音樂頑童啊嘛。佢應該會攞一啲新啲嘅嘢，但係我冇諗過佢改咗做爵士，因為一聽試聽知道佢改咗爵士，我就覺得佢好大鑊噶啦。咁啊，因為呢首歌係真係唔係太適合，而且佢改嘅速度咧都係慢得有啲不能夠接受啊，有啲太慢啦。咁啊，所以咧就爆冷啊，被淘汰。咁啊，之後我喺後邊再同大家講啦。咁啊，呢場直播咧又係好鬼死多蝦碌嘢出現。咁啊，包括咧嗰啲音樂合夥人啊。咁啊，哈林哥淘汰咗之後咧，就呢個合夥人咧就佢有個合夥人嘅，就係佢 partner。唔知佢講緊啲乜嘢，講到咧，好似係一路講一路諗咁樣啦。講到，但係佢又我首先第一啦，佢係講到好似唔服輸咁樣啦，咁已經唔好噶啦。咁啊，跟住咧因為其實咧哈林哥對呢啲嘢好閒嘅啫，佢覺得走就走冇乜嘢。但係咧個合夥人就搞到成件事好尷尬啦，個直播好尷尬啦，最後那英兜翻咧先好啲嘅啫。咁啊係啦，咁啊。就係呢個直播事故咯，其中一個直播事故。咁跟住第三個出場咧，就係呢個外國歌手 Stanash。咁啊，大家有追開歌手都知道咧，歌手揀外國歌手嗰個要求啊，都好高噶。咁啊，唔係話你想上就上嘅，唔係話求其一個外國歌手就可以上嘅。咁啊，呢個 Stanash 咧，我都可以話睇咗呢個節目咁耐以嚟。嗱，當然戴翻頭盔先，佢唱功咧係絕對冇問題，而且係好嘅。咁但係咧，我會話佢係呢，我唔講話之前錄播嗰啲季啦，我就係講24、25、26呢三屆入面，我個人覺得佢係呢三個入面最差嘅外國歌手。咁啊，因為其實咧佢佢今次唱嘅呢一首歌啊，係。佢當然唱得好啦，咁啊，但係咧就真係冇太多記憶點啊。咁啊，佢今場唱咧就係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咁啊，咁佢要嘅高音啊、轉音啊、technique 咧佢係冇問題嘅，但係咧就聽落去感覺就好油咯。唔可以成日聽咯，即係唔會有一個想再聽多一次嘅慾望。咁對比翻同樣啦24年 Fausia 啦，Shanty Moore 嗰啲係好驚豔啦。咁技巧型選手25年仲有25年嘅 Grace 都係技巧型選手，都係會好想再聽佢嘅呢三位嘅技巧咧，都係唔突兀㗎。咁同埋25年，我個人25年最中意嘅 Miki 咧，就情感型嘅歌手啦。咁係好爐火純青咧，係將啲情感係同首歌咧係融為一體嘅，係人歌合一嘅。一對比之下咧，呢個 Stanash 咧就感覺仲差幾班咯。所以我對佢會唔會可以行到去決賽咧，我都係有啲問號。我自己個人覺得佢就應該唔會行到入決賽，應該係會 foul 嘅。但係暫時嚟講，佢都算係穩陣個批嘅。始終外國人係有 buff 嘅，係啦，喺呢個節目入面。第四個出場咧就係酋長靜。佢唱嘅歌就係是你想成的大人嗎？大家可能冇聽過，咁我都冇聽過㗎。呢個係佢自己原唱嘅歌。我嘅評價就係 OK 啦，中規中矩，冇乜問題。中上啦，未到好但係下一次可以 cut 翻走，唔使
半首歌都係比較交煙咯，即係佢都好多高音啊，呢首歌係你會好明顯感受到佢係為咗 show off 而做呢啲設計咯。咁啊，另外咧係啦，酋長證呢度就要鬧啦。嗱，湖南衛視啊，你哋啲人做直播做咗3年，點解都仲可以俾panel 嗰啲對講機嗰啲聲收咗一咪嘅咧？咁啊，仲有啊，除咗呢個低級錯誤之外，就係支咪點解會爆咪嘅咧嚇？真係唔理解啊！呢啲全部都係低級錯誤啊！咁但係咧，直播就全部出晒街。咁咧就要改善一下啦，冇理由直播咗3年啊，已經第3年直播啦，咁啊仍然都係會有一啲咁樣嘅低級錯誤發生啊，我覺得真係唔能夠接受啦。咁就算嗰支係歌手嘅私家咪，你哋彩排嘅時候都應該 tune 過晒 tune 好晒。咁就照道理咧，係唔應該有任何啲蝦碌事件出場嘅。咁但係喺酋長證出場嘅呢個位咧，首先就係爆咪啦，跟住就係收到 panel 音嗰啲對講 walkie talkie 嗰啲聲。咁真係要打 pat pat 嗰個直播嗰個負責人。咁 overall 咧，我就覺得係啦，中規中矩，咁中常可以繼續進步嘅。咁佢今場就攞第2名，但係我就覺得係因為真係太多好歌，咁所以咧就偷雞攞到個第2咯。咁上面Stanache 咧就係攞呢個第5名，咁我就覺得都可以接受到嘅。係啦，攞第5名，我覺得自己個排名都差唔多，但係我覺得 Stanache 我個人就會覺得佢係第7名到啦。甚至乎如果今日芒果湖南衛視俾翻啲人情世故唔哈林歐呢一個 Stanache 咧，我都覺得 OK 嘅，我係接受到嘅，因為真係冇之前嗰啲外國歌手咁好啊。咁亦都係冇記憶點啦，同埋聽落都有啲油啊。咁跟住就係出場咧，就係胡彥斌。胡彥斌咧就係唱呢個著名金曲啦，就係佢嗰首《你要的全拿走》。亦都係有幾個位佢係 flat 咗嘅。佢一唱到你要的全拿走嗰度個走字咧，就有啲 flat。我唔知道係佢特登咁樣設計啊，定係佢係本身要佢個聲有問題啊。因為佢每一次咧，真音轉假音嗰啲位置胡彥斌都係會 flat 咗或者係走咗嘅。除此之外咧，亦都係中規中矩冇乜大嘅失誤嘅地方。但係亦都覺得第3名咧，今場第3名咧就覺得都高咗少少，5、6名差唔多嘅。係啦。跟住咧再出場就係竇靖童，就竇靖童係彤彤。咁就係佢唱黑豹樂隊嘅 Don't Break My Heart。雖然咧彤彤咧係開播之前咧已經係俾各大網民咧吹捧為今季嘅芒果關係戶皇族噶。意思就係話佢應該係會俾節目組咧係保送到去總決賽。我一開頭都係咁諗嘅，直至到咧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應該唔係，佢應該係可以憑自己嘅實力咧係去行到最後。因為呢個 Don't Break My Heart 真係好好聽好驚喜，個編曲非常之驚喜，係非常之好好聽。亦都係佢嘅聲線咧，亦都係非常好除咗非常好之外，就係絲滑咧，非常絲滑。感覺咧就好似王菲唱緊竇唯嘅歌咁樣。
最主要我覺得佢呢首歌好嘅地方就係佢個編曲啦，佢編曲真係非常之好，強烈推薦大家聽下呢首歌。咁佢今場咧就排第4名，我覺得低咗，我覺得佢應該排第2咯，因為真係做得好好，個編曲係真係值得第2名嘅。咁彤彤之後咧就係周興哲，咁永不失聯的愛啊，又係呢一首。我其實一睇到歌單見到呢首咧，我又係有一種哇，有冇搞錯啊？又唱呢首第 N 次喎，唱咗好鬼多次咯喎。佢自己周興哲都有好多好歌啊，點解唔唱呢個怎麼了啊？或者係以後別做朋友，或者你好不好咧？其實係特別係你好不好咯，我覺得佢應該唱你好不好啦。咁但係佢冇啊，佢繼續唱呢一首。咁編曲嚟講咧，就比之前聲生不息咧就好咗好多，編得好好多。咁但係咧啲音咧都 OK 嘅，都穩嘅。咁但係就有人就懷疑佢咧就掛咗 Auto Tune。咁咧我就覺得冇嘅，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冇，又或者係只係掛咗點講咧？我主要都係覺得佢冇咯，但係啲人話有咯。咁我就唔知啦。咁如果有咧就都有啲唔公平啊。咁但係咧，我個人覺得如果佢真係冇掛電而唱成咁嘅話咧，我就覺得佢第6名啊，就實在太唔公道啦。我覺得佢應該有第3名咯，喺全晚嚟講。咁係啦。咁特別係編曲後半部分咧，係唱得比平日唱得好嘅，比佢其他 live 係唱得更加好嘅。我諗佢應該都有特別練過啊。咁係啦。尾二出場咧就係張碧晨，唱 Interstellar，第7名，非常合理，因為咧全首歌33次 Interstellar， 佢冇一個嗱音係準嘅，全部都唱 flat 晒。亦都好神奇一樣嘢咧，佢淨係呢一個位 flat 咗，但係咧佢主歌嘅部分啦，bridge 嘅部分啦，甚至乎係副歌嘅部分都非常之穩，唱得好好，係就係唔知點解偏係要作對，就係個 Interstellar 個嗱音咧就走咗。咁但係因為呢個嗱音咧係都佔咗成半首歌，都係咁就真係唔得啦。第7名，希望佢就再接再厲，俾心機啦。最後咧就係齊豫橄欖樹。對於我呢啲後生咧，你哋就應該會覺得呢啲老餅歌唔啱我聽。咁但係咧，好老實咁講啦。我覺得聽完咧，我都係好中意。我反而係全晚最中意就係橄欖樹呢首歌。而且咧，我亦都覺得齊豫姐姐咧係唱到好似開咗空氣淨化機咁樣，好 clean， 好空靈。就算係過咗咁多年啦，仍然都 keep 得到把聲，直播仍然都係冇緊張，冇乜嘢，好空靈，好似百靈鳥咁樣唱歌。所以咧全晚第1咧係真係好值得啊！我覺得除咗齊豫之外，其他人都唔係第1咯。今晚呢場直播嚟講咧，就只能夠係齊豫攞第1。咧就係啦。簡單講咗全晚嘅歌手直播嗱。唔知你哋點睇咧？可以喺評論區度話俾我知啊。關於呢一個賽制咧，我就覺得真係新不如舊，我就覺得冇必要咁樣淘汰人啊。我覺得起碼俾嗰啲歌手唱2期熟習下先咯。咁樣淘汰人好似有啲唔係幾好啊。亦都係浪費歌手嘅一個行為咯。我就完全唔理解點解節目組會咁做，而且改咗呢個賽制咧，亦都係同以前嗰種我是歌手嗰種賽制咧係，我只能夠講係變咗質咯。
就已經唔再係以前嗰種我是歌手嘅味道啦，歌手嗰種味道啦。咁啊，但係整體嚟講咧，要讚都有嘅，就係佢今年嗰個即係宣佈名次嗰個方式咧，就變咗係啲歌手坐喺個包廂度，有個 mon 咁樣彈出嚟咧，咁樣就我就覺得幾好咯。呢個互動幾唔錯，由啲歌手自己互相揭曉，呢個都幾唔錯。但 overall 嚟講，我都係要彈嘅，我都係覺得第一場直播咧係唔係幾好，甚至乎係有少少悶。咁啊，唔知咁多位嘅朋友仔，你哋又會覺得第一集嘅歌手直播，你哋嘅 comment 會係點咧？又或者係你哋對於哈林被淘汰呢一樣咁誇張嘅嘢有啲咩睇法咧？歡迎喺個comment 嗰度話俾我知喎，我會睇晒你哋每一條 comment。咁今日咧就講到呢一度，喺影片完結之前，麻煩求大家訂閱呢一個頻道，咁差少少就會去到1300個訂閱啦。麻煩大家除咗之外，就記得要俾 like 呢一條片啊，咁令到我呢條片可以 spread 出去俾更多人睇到。咁我平日除咗講呢一個綜藝節目嘅評價之外，亦都會有行街直播㗎。咁我哋下一條影片又或者行街直播再見啦，拜拜。